每周南的长美听党，南京电视举办年度电动手机人面那日，我专家乐的叫我说。每周南塔长米清当店，每周是稀奇、精彩绝伦，形容成果丰富圆满。南塔是高僧大德修行解脱的传记，藏妈是干净，以是的 chim 是戒律法律，那在这边指的是戒律，党 den 指的是具有前述者，所以藏密 chim 党 den 就是具有清净的戒律。每中南塔藏密 chim 党 den 拉千解释绝比听懂切。拉千是伟大的意思，解释我们之前学过是佛子菩萨，觉巴是行为，解释觉巴就是佛子行菩萨行，以是的听是心，动是力量，听动就是心力，切是大，拉千解释绝比听懂切，地动秋季人尼 nature 这，地是乐，东是空，秋是殊胜的意思，地是的，人是次第阶段，尼是二，人尼就是二次第，也就是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nature 是瑜伽，这当名词是行为，当动词指的是行、做、使用。地动秋季人尼 nature 这罗桑也为担当结瓦受。罗桑我们之前学过的是善会，结瓦是胜者，战胜四魔，断除二障者，指的就是佛。所以在很多文章里面讲到罗桑结瓦善会胜者，指的就是宗喀巴大师。以是的 den 是教法的意思，党结瓦是指遇到前述者，所以罗桑结为den党结瓦指的就是得遇善会圣者教，遇到宗喀巴大师的教法的意思。结瓦指的就是去遇到、去见面、觐见的敬语。然是一个格位词，受是来，这边指的是祈愿。罗桑结为担当结瓦受。这一记是第五世达赖喇嘛尊者所撰写，解释了宗喀巴大师的教法圆满增上戒定慧三学所有大乘、小乘显密的修持。在宗喀巴大师还没出世之前，藏地曾陷入显密水火不容的困境，很多仅学显教而不懂密法的人批评密乘非佛说，不守戒律，也有很多学密法却学偏差的人则轻蔑显学，甚至有很多败坏的出家众假借修密为借口，喝酒诈财骗色，败坏戒律。宗喀巴大师整顿歪风，以戒律为基础，弘扬显密经论。宗喀巴大师在世时的密续修持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但他依然禁医明非，就是怕后代诸多不具格者有样学样，导致戒律败坏，教法衰灭。因此在世时严谨持守比丘戒律，在视线圆寂时顺着死亡次第解开全数脉结，以欲光明取代死亡光明，以幻身取代中有身，在中阴成佛，以此教示世人。大家有机会可以读 Khedru Rinpoche 写的《宗喀巴大师传正信入门》一书，里面有讲到宗喀巴大师从出生到圆寂的各项事迹、修行功德。能够得遇宗喀巴大师的教法相当不容易。过去有一个公案，在第五世达赖喇嘛尊者时期，有一位给西
请尊者为他受记，让他来生能够再得遇宗喀巴大师的教法。尊者婉拒了，对他说：“这个我没有办法向你保证。”这位给西后来退一步，请尊者为他受记，来生能够再得遇佛法。尊者就欣然应允。宗喀巴大师的教法对藏传佛教有着深远的影响。现今藏传佛教各派传承以及南北传佛教都有很多人在学习研究宗喀巴大师的教法。人生难得，正法难求，宗喀巴大师严谨系统性的显密教法非常珍贵。希望此生有机会学习宗喀巴大师教法的法友们，都能好好的回向发愿，直至圆满菩提时，生生世世都能修学宗喀巴大师教法，借由宗喀巴大师的教法，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好，我们再来复习。每种南塔藏密钦当殿，立前结社绝比宁独切，地东秋季任你内觉觉，罗桑结为殿当结瓦手。每周南达藏美钦当，拉肩加塞举杯宁多，电动手机人年拿着，我咱家乐的，让我说。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扎西德勒。